东京奥运引发着运动的热潮，嘛来引发着台中市旗的讨论。市议员黄秀达伫议会质询，讲台中市的市旗曾经伫网络顶被评选为上歹的市旗，要求市政府重新来设计。新闻局长回应讲，今年年底进前就会甲处理好势。 市府的官员为选手授旗，要鼓励因争取荣誉嘛，感谢因伫体育上付出。东京奥运，台湾的选手成绩真好，运动的热潮嘛引起台中市旗的讨论。市议员黄秀达伫议会质询讲，台中市旗要伫网络被批评是上歹市旗，要求市政府赶紧重新设计。会有这个甄选活动，也是因为台中市市旗是全台湾至少网络上民众公认。 最难看的一面市旗，不只是美感，不及格啦，甚至它的故事、它的意涵、它的特色，大家也讲不出来。议员表示讲，2016年台中市政府要举办台中好新旗的评选比赛，最后由网络票选的结果引起讨论，到即马市旗嘛无看到影。是上一次并没有加入这个通用设计这样的一个概念跟一个原则。那这一次如果有办理相关的市旗优化创作的理念，透过票选，它必须要非常依据一个通用的原则。讲打算伫今年底进前开会决议，要好好设计市旗。